今日係4月5號，係各位 DSER 考英文聆聽嘅日子，我哋一齊為 DSER 打氣啦！最近某啲 coffee 新推出咗花生咖啡，等我又嚟反整下，飲完呢杯嘢包補花生什麼事？等等先，呢部相機咩牌子㗎？影到成嚿雪咁。炮太粗或閃過粗，各位睇到呢度就估下呢隻係咩？唔多講，試味先。花生味唔係幾夠，M 還好。好味，訂閱了解更多咖啡知識，好睇就 share 埋啦。